圣日的时阵，咱伫教会三见面，咱要来吟诗歌，学了上帝。咱先来团练，请咱献开圣诗57首，圣诗57首，愿大家学了上帝。圣诗57首。 来，愿大家和乐上帝，伊是阮的高万岁，伊的名上上欢喜，个因为无被改变。来，咱来吟第5节，伊无谱，毋过咱来吟回小，来第5节。 咱的心情好乐处，一天咱等等久久，伊的面上上欢喜，可以因为改变。上帝
帝疼咱是长长久久，咱唱着遮，咱嘛心内真感动。上帝疼咱是长长久久哦，吼！好来，咱即马过来献开圣诗246首，246首。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咱第一段、第二段的前半段唱完，爱过来第一行的第二段，安尼唱完才接后壁，接第二段的后壁。来，上帝疼痛赢过一切，天地欢喜降落地。记你点阮秘密心内，恨自你给大情爱，记住你是主比怜悯，你的条目很纯净，将你救恩只是降临，今日阮行行。第三节，求你定心做阮心事，清气无定无照明，互阮看见你大救我，完全归来亲近。互阮因更高，再因更低，高阮今日落雨，风险免流滴出面前，雨落清河已无停。阿门。愿咱平凡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
恁着感谢耶和华，求叫伊的名，伫万百姓中间保养伊的所做，着用伊吟诗，用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行，着因为伊的圣名来夸口，找耶和华的人心内着欢喜，着找耶和华甲伊的权能，常常寻见伊的面。圣诗第57首，愿大家阿乐上帝。圣诗第57首，愿大家阿乐上帝。会众请起立。咱犹原徛伫宣读新的诫命，伫圣诗的头前面，请掀开斗阵，齐声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若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伊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会众请坐。启应文第8篇，伫圣诗的后壁面，我来启恁来引。启应文第8篇。耶和华是我的光，是我的拯救。耶和华是我活命的气力。虽然有军兵扎营要攻击我，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有一项事我捌对耶和华求，就是一世人徛起耶和华的厝。因为患难的日，伊要安静保护我，将我藏伫伊布边看目的所在。当我的头壳得到压起，我要伫伊的布边献欢喜的祭。耶和华，我出声求救的时，求你听。你捌讲，恁着翕目见我的面。毋通对我黄你的面。你平素是做我的帮助。
因为父母离开我。耶和华，求你用你的道路指示我。祈祷，请三角来祈祷。万权能的阿爸爸上帝，阮搁一摆来到你的面头前，用感谢入你的门，用懊恼入你的院。主啊，阮是安尼不配得到你赦罪的恩典，你却用圣神带领阮来认捌你、信靠你，成做阮一生的倚靠。领受对你来的丰盛恩典，阮实在满心感谢懊恼。你拣选阮成做你的器皿，为着要来荣耀上帝的名，搁互阮会当传扬福音，互台湾人会当透过阮遮的基督徒来看见上帝的作为。无论是伫教会、社区、家庭，还是家己做工的所在，愿望阮也会当成做世上的光、地上的盐，来兴起上帝的工。有逐所在拢有上帝的荣光。今仔日嘛是圣德圣经学义的纪念之日，愿主纪念圣经学义伫造就信徒顶面所做一切的工，互因会当伫信徒的神学教育来做光做盐，互人得到造就甲利益。阮安尼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们。好了，咱请圣歌队今仔日要吟的诗歌是《用喜乐的歌》。
圣经记载伫《使徒行传》9章32节到43节，有写伫周报的上后一面。我来读。彼得变行四方的时，也落去就近伫鲁大的圣徒。伫遐拄着一人名以尼亚，因为犯着半岁，倒床8年。彼得甲伊讲：以尼亚，耶稣基督医好你啦，起来，你的破仔家己整顿，伊连边起来。既然住伫鲁大甲撒伦的人看见伊，就归服主。伫约帕有一个女徒，名大比大，翻译就是多加，惊好事甲真济满满。当时看病死，人洗伊的身尸下伫楼顶。鲁大郡约帕，学生听见彼得伫遐，就找2人去找伊，求讲，请来阮遮，毋通延前。彼得就起身甲因去，已经到。带伊上楼，将守寡人挖伫彼得的身边底好，将刀架甲因伫地时所做衣服，互伊看。彼得就教众人出去，跪落去祈祷。我顶身向神师讲：大比大起来！伊的目睭天开，看见彼得，就起来坐。彼得伸手扶伊起来，叫遮的圣徒甲酒寡人入来。将国外的刀架交予因，通约帕拢知，就济人信主。彼得伫约帕久久甲一个半批师傅西门相甲大。正道，请光志浩牧师，今仔日的题目是拍破限制。敬畏大家平安。真感谢上帝，予我有机会伫圣学院的时阵，来到我同学的教会，甲我的亲爱的学弟的教会，同遮来敬得牧师嘛平安。伫遮要甲大家做伙来敬拜上帝，一方面要甲大家分享今仔日的圣经信息以外，嘛伫圣经学院的奉献主义中间来大家来请安报告。首先，请咱大家来看圣经学院为咱准备的影片，请同工帮咱来报上。感谢上帝的保守，咱圣经学院用圣经真理做基础，为牧者甲教会同工提供教育的装备。咱的课程帮助兄弟经历医治甲成长。针对牧者同工提供灵修甲进修。传教者平常无闲服侍，所以更加需要静修。咱学院的课程设计真侪款，有圣经释义、讲道、牧养关顾、宣教、牧者的自我认识，甲灵命的成长。通过讲师甲学习者的互动，帮助每一位同工重新得到火热的心志，衷心回应主上帝所交托的使命。针对信徒甲上帝的关系，学院有设计无相款的基督教灵性课程甲讲座坊，深化丰富灵命的旅程。比如举办生态灵修体验营，邀请英国的布勒斯教授，引带咱探讨后疫情时代如何关心上帝创造的世界，也举办第1届基督教教育博览会，主题是福道福音现场。
伫当代基督教艺术工作坊，邀请基督徒艺术家分享，伫日常生活中用艺术表现对信仰的敬虔。咱有规划4个艺术类型的展览空间，引带参加的人获得福音的现场，甲家己对话，完成一幕心灵艺术的信仰展现。牧者高峰会议，邀请全国的牧长来到新竹市的高峰路，将牧养成做一段温度训练的旅程。当体会到陪伴的对象哪多，所需要的策略也哪多。伫这个不断变动的世代，伫第一线牧养甲信仰的教育者，会搁较努力敲找甲使用各种方法甲工具，期待搁较有系统、有深度来服侍。针对教会需要，设计深度灵性课程甲工作坊，也负责课程的内容、带领甲专题演讲。欢迎有需要的协助的教会也是机构，将恁的期待对阮讲，重新规划培育课程甲活动，通过具体服务迈向愿你的旨意伫正，伫咱的教会亲像伫天里。未来圆体空间继续更新，互空间搁较活泼，一步一步改造原有的建物，符合现代化，搁较有信仰意涵的空间，互基督教信仰的生命的水，真实伫艺体的设备。疫情了后，有搁较侪兄弟姊妹来到圣洁学院使用各种的空间，举办活动。伫遮住甲食，行业的餐厅提供四季各种的菜色美味，互上帝的子儿同齐倒，共同饮食，做伙享受上帝的恩典。邀请你透早伫校园散步，亲自感受日头的光、土地的青翠。开的花，体验造物主的美好创造。圣经学院的时间是上帝美丽的时间，伫遮会使甲上帝相拄，邀请你甲我用奉献来参与圣经学院的时间，继续为着圣经学院关心大道奉献，感谢。好，谢谢。咱的兄弟姊妹，会当伫圣经学院的大道甲奉献中间。互因伫遮的服侍当中，继续来维持这所在的事奉，并且来发挥着因的果效。相信伫即种真无容易看见明显的事工内底，因的价值是要来发挥着教育的即个功效，互更较侪的牧者甲信徒。因为伫即个学院所举办的即个训练，无论是咧灵性的操练，还是对事奉顶头的进步，拢通伫圣学院。互因来存在的意义，嘛愿咱关心大道，咱的奉献支持来加做对圣经学院的鼓励，嘛有份来参与伫上帝事工。如果咱若有感动，小等咱会记得伫周报内底有即个啥物奉献袋啊，小等你若有感动，就将即个感动来换做行动啦。这是请咱三个来祈祷。万管人的上帝，阮的上主，阮感谢你，你的慈爱永远存在，你的信实直到万世代。阮因为你的恩典，会当伫罪恶中受到你的拯救。如今伫你的保守内面，阮伫你的圣殿，要来听你流传万世的福音。
阮因为有听较来明白，你是林明远的上主。若要上主你的主爱，阮到沉沦伫永远的黑暗的深渊，无通看见你的阳光。阮因为安尼，要搁一摆大来感谢你，这是你对阮的祝福。亲爱上主，这时我嘛要恳求你，互阮专心伫你的真道内底听你的道理，嘛要来恭敬崇拜你的教导。愿上主保守阮的礼拜，互讲的甲听的，做伙伫你面前，拢来受到造就。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妹，彼得是一个犹太人，伊嘛是一个掠鱼的人。虽讲伊无亲像保罗读到遮尔多的册，但是彼得嘛是出头天的一工啊！伊除了会掠鱼，伊现在甲保罗同款，伫犹太人的基督徒内底有相当的分量啊！对彼得来讲，可能互伊身边的犹太人真难想象啊！掠鱼的人哪有办法来徛讲台咧？而且伊徛讲台以外，伊阁会当来行神者。如果是以前彼得还未受到主耶稣的呼召，现在彼得还阁伊甲伊的兄弟、甲这工人同款伫掠鱼啊，并且杀鱼啊嘛食沙西米。当时彼得伫《使徒行传》的记载，作者路加记载，彼得是一个真骨力伫传福音的人啊。路加描写彼得伫犹太地区沿海两个城市鲁代甲约帕做了明显的事工，嘛行了一寡神迹奇事啊。其中是医好一个名叫做以尼亚半岁的查甫人，另外一个是彼得互一个名叫大比代，迄个名叫做道家的女信徒，伫伊死以后，阁互伊活起来，并且彼得听了这个神迹以后，伊阁继续留伫这约帕。伊也真做甲外邦人连接的一个桥梁啊！伫这以后，彼得将哥尼流这个罗马军队的军官引带伊来信主。另外，伫路加福音第5章记载，耶稣用伊家己的官兵医好一个互朋友对厝顶对落来半岁的人，叫这个人起来安怎？叫伊起来行路，敢毋是？还有印象这个故事吧？彼得伫《使徒行传》第3章所记载神迹讲：经文我拢无，独我甲所有的拢互你，伫拿撒勒的耶稣基督的名，叫你起来怎么样？行走啊！这互咱知影，彼得也是奉着主耶稣的圣名，互人起身来行路。伫路加福音第7章，有一人扛一个死人出来，伊的老母甲哥哥生即个囝尔啦。耶稣看见，就任命伊讲：少年人，我甲你讲，起来！死去的人就起来，煞讲话啊！耶稣互寡妇的后生阁活起来，是互寡妇有亲人通活去。耶稣真做寡妇的帮衬者。同款的，当彼得医好女信徒道家的时阵，伊将正手赶的人留伫厝外，这互彼得也借着医治道家来成做即阵手赶的人因的帮衬者。所以彼得甲耶稣所行的神迹有小可相共的所在，就是彼得所行的神迹模样是跟对着主耶稣的模式啊。伫耶稣内面的这能力，伫这个树顶头移转了，互彼得啊。伫今日经文所大的意义，是要连接到头前的这个部分啊。使徒行传的第8章讲，腓利向着伊索比亚总管因库的这个太监，来向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个事件。后面的第10章连续接续记载彼得入去一个外邦人军官哥尼流所住的所在，这是一个外邦人的世界。伫这经文内底，彼得分别到2个所在，充满外邦人伫住的城市，鲁代
甲犹怕。城内底的外邦人真侪拢做生意的，嘛做着甲军队有关的生意还是工作。所以对伫传统的犹太人来讲，看到住伫这个所在的犹太人，因拢有一寡的不屑啊。住伫这犹太人，因为接触了这外邦人，伫长久的影响下面，就渐渐的会失去了犹太人应该遵守伫传统顶头的礼仪，甲应该有的行为啊。因就慢慢变做无犹太人的模样，嘛无犹太人的身份表现啊。对于犹太人来讲，有啥物款的身份，就爱互家己活伫甲家己身份会当匹配的所在啊。对传统犹太人来讲，因为互家己活伫甲家己身份不适合的地方，因为身份是犹太人真重视的一项代志，就甲伊的性命同款，是非常的看重甲重要。但是你今日经文，在咧思维咧读经文时阵，你毋通注意到上尾一节无？上尾一节写啥物？彼得甲一个翻皮的师傅斗阵大，伊是住几啊天，毋是住半天尔呢？伊毋是讲昨下昼3点，啊，今日早起10点，我就 check out 来出去啊呢？毋是安尼尔呢？彼得是一个真信用标准的人，虽然已经信了耶稣，但是伊抑阁是有伫守着犹太人的律法啊。毋是讲信了耶稣以后，就甲犹太教一刀两断啊呢？伊就甲犹太人无关系，毋是，犹原甲犹太教有关联。伊犹原守着犹太人的律例，但是想袂到，伊竟然去到一个互犹太人认为无清气、不洁净的人，甲伊三角斗阵大啦。亲像咧做即款翻皮的师傅的职业，也是互犹太人甲外邦人，互犹太人认为因甲外邦人同款，拢是无清气啊。即种的职业会互犹太人看做无清气，是因为因需要来去摸到死去动物的尸体啦，并且借着这个尿液保存动物的尸体的过程中，将动物的皮制作成做日常生活伫用的用品，也是袋子啊，爱马仕啊、LV 啊、香奈儿啊，甚至圣经所写的这个皮革，嘛是用着死去的动物的皮革所做成的呢。安尼有矛盾无？圣经是不是神圣的？请问他是透过谁做出皮革来的？这做这皮革的人，犹太人认为因无清气的。但是对伫彼得来讲，伊并无因为接触了死去的道家，以及甲职业是翻皮师傅道家西门甲伊三角斗阵大，伊就受到无清气的污染啦。就算是互人看做无清气，有时上帝无一定是会安尼会认为哦，因为伫上帝里面下面，犹太人甲外邦人拢同款，通领受福音所带来的一个好处啊。一切人所做的行为，也是大家所讲的清气，也是无清气的规定，拢无应该成做传福音的阻碍，也是拒绝的一个理由啊。啊，当伫看见彼得所行的信者对象有男性嘛有女性啊，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特别记载，彼得这两个信者是要对着众人来讲，福音是无分予查甫人还是查某人。这个时代感觉是哪会安尼有啥物好讲？但是咧回到圣经的时代，查甫人甲查某人是无共款的。讲到这，就互无少想起着。我若去北京教会的时阵，我拢真爱讲咱教会的一个做例子啦。进前咱的姊妹牧师伫咱教会奉牧的时阵，
小会员中间有4位是女性的长老，对无？我家己教会以前嘛是4位女性的长老啦，跟一个保障名额的男性长老啦。但是因拢同款服侍上帝嘛，嘛认真服侍上帝啊。这就好想起着以前我的母会有一届，伫举行中级改选的时阵，有一个年长的男性会友伫选举之前，伊就起来，伫大家面前，伊真慎重的来讲一句话：咱的教会应该让男性来做长老职事，来领导咱的教会啊。结果一选落去后，将有一半的女性来担任阮教会的中职啊。我要纪念伊啊，感谢伊伫遮尔早就有两性平权的概念啊啦。其实上帝是无照着咱的意思在运行的，上帝是照着伊的想法在运行的啊，毋是照着人的想象，嘛毋是照着人的看法啦。有时一寡互咱感觉讨厌，也是互你感觉恶心的人，咱看伊无顺眼，其实咱并无比因好偌济，敢毋是？咱所犯的罪，可能比因更较多，有时有可能是不相上下呢。但是咱却看轻因，咱认为家己较高贵，咱是较文雅。其实咱的心比因更较可怕。伫上帝眼光内底，咱甲所有人同款，拢有犯罪得罪上帝，亏欠上帝啊！伫上帝眼光内底，咱甲所有人拢同款，拢有犯罪啊！所以当咱咧责备别人咧看轻别人的时阵，咱来捉到嘛第一个啊！咱先反省咱家己吧。对于作者陆家来讲，这一切的尊贵甲稳定，拢会临在伫任何人的身上啊！上帝创造拢是平等的，只要是人类，拢通是上帝所疼惜的。就亲像美国的非裔美国人，以前在美国历史顶头，因是啥物？他们是奴隶啊！当初被认为是次等人啊。坐公车坐在后面，因受到白种人的轻视。因若是想要读册，但是白种人会对因讲安怎？哦，黑人不可以上学，而且也不能跟我们上同一间学校。因要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大家有印象无？但是后来迈克·杰克森 ，NBA 的明星，还是美国总统奥巴马，拢互人真欣赏因的才华，拢受到大家追星，甚至加做因的粉丝啊。伫历史顶头的错误，有关系还是压迫者？因上爱用的一句话就是：你只要甲我无同款，我就当对你用差别来对待你啊。敢讲只要是有差别，就应该受到无好的对待吗？是吗？弟兄姐妹，是应该是这样子吗？2000多年前，耶稣甲受压迫的人斗阵，伊真爱去甲互祭司经学教师看作是讨厌无清气的人，甲因交朋友啊。耶稣拍破这歧视，并且主张着任何族群拢会当来亲近上帝啊。其实任何族群、任何人拢有上帝创造奥妙，绝对毋是咱身为毋捌搁爱解剖的人类所会当完全的参透啦。伫上帝面前，较需要谦卑，毋通随便就将人来甲分类啊。咱无这个权利，咱嘛毋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代志啊。咱应该是学习着亲像主耶稣安尼共款，伊疼惜世间所有的众人啊。因为上帝已经先疼咱啊，咱会当将咱对世间人的，咱哪会当将伊对世间众人的怜悯甲慈悲限制伫咱家己的自私的决定的这内底咧？
伫使徒行传的记载来看，彼得原本是偏向着家己犹太人族群内底，伫传扬着主耶稣的即个福音。毋过伫遮，互咱看见彼得伊接触着死去的刀家，以及甲一个反皮师傅西门甲伊相共斗阵大。对彼得来讲，伊原本是活伫身为犹太人的即个传统内底，但是伊因为主耶稣的缘故，愿意互耶稣来改变家己，伊来突破着伊家己啊。有一个作家是张文亮，伊是台大的教授，伊捌写过一篇的故事。故事安尼讲，有一群基督徒的大学生，因去到特种行业的酒店，去遇到一群女性，想要对因来传福音。相信对伫咱基督徒来讲，可能咱连想嘛毋捌想过，要遇到即种的对象来传福音嘛。对大部分基督徒来讲，咱只要跟一般的人来传福音，咱就真困难啊！搁较免讲，要遇到即种工作环境的朋友，对因来讲，耶稣可能咱拢毋敢啦。拄着别人要来问咱信仰的代志时阵，因会讲啥物？去问迄个长老。长老说：“你去问一下牧师吧。”咱对一般人就真困难来开嘴传福音，怎有办法去遇到这款朋友来传福音呢？作者张文亮伊继续讲，有一个来开门的小姐看到这群大学生，问因讲：“你是有啥物代志哦？”这个大学生就因讲：“我是某某大学的学生，今天要来到这里来跟你们传福音啊。”对伫即阵伫遮工作的人来讲，传福音是一句真清楚又更陌生的话啦。对因来讲，因无办法理解传福音是啥物意思啊。即阵大学生就继续讲：“因为耶稣基督是救主，伊会通赦免咱的罪，赐予咱新的性命。”等话到一半，就马上就有一个妈妈送，才会讲：“我伫遮就10几年啊。”无人来甲阮传啥物福音吗？恁敢知影这啥物所在？恁知影这啥物所在无？恁都毋知哦？知无？即阵带头的囡仔，伊想要回答，毋过要讲这酒店的，佫毋敢讲出嘴。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所在啦。对伫遮的带头的学生来讲，伊一时嘛想袂到要用啥物较文雅的词来形容称呼即个所在。反倒当时即阵的查某人，伊就真轻松讲：“阮遮拢酒店啊，这规个所在拢即种特种行业，恁敢拢来遮有欢喜无？”但是对伫即阵基督徒的大学生来讲，因即时唯会当讲的是，这是一个需要福音的所在尔。因大家都非常的紧张，因为即时毋知影要搁继续讲啥物较好。结果就有人对厝内来喊讲：“来哦，有人要来甲你传福音哦，恁着紧出来看哦。”无偌久，就几啊查某人对房间内底一个一个出来，每个都是浓妆艳抹，踩着高跟鞋，就来到客厅坐了。大家坐咧客厅内底的沙发顶头，因是要用着看好戏的心情来看即群大学生，看因会当变啥物梦啊！渐渐的窗仔边，毋知影当时那客满了，连隔壁的听到风声的人嘛，拢来看热闹的人，真侪头壳顶头剃着小平头的，身上怎么样？刺龙刺凤的保镖们也都聚集过来了。因不知挖在门边，因甚至把迄个门给挡起来，我要互这群大学生抬出去呀！因冷冷的来看，你们可以玩出什么把戏呀？对这群大学生来讲，因现在无办法专心来离开呀。
带头学生，伊只是甲发现，伊就当亲像一个囡仔，人塞着一台拖拉裤，塞入去菜市仔内底，啊，只是要把裤来转去，还是要掉头来离开？他完全被困在这个地方了。亲爱兄弟姊妹，咱看到安尼描述以后，咱会认为这阵基督徒大学生伊是食小饱哟，还是太过理想化，或者是他搞不清楚世间的邪恶啊？还是应该是要去互人来到遮来甲因乞笑？基督徒去迄个所在，哎呦喂啊，是要传什么福音呐？一群笨笨的羊群自己走入狼群的里面，就一般的人的眼光来看，总是认为互这群学生来学一摆经验，安尼嘛好，好无？有人点头，好。伊后一摆就袂搁去这个所在，互家己陷入一种尴尬困境的内底啊嘛。就伫这群学生毋知影要搁怪安怎的时阵，张文亮这位作者伊写讲，主耶稣伸出伊的手来掌握了这一切。耶稣无互这群热心想要传福音的学生，互这个凶恶的势力来为难着耶稣伊家己的囡仔。你只是信心大大来帮助这群的囡仔，互因有勇气将福音单张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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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的传给在场的所有人。这个大学生佫继续讲，我希望恁会当找时间来去教会，来听上帝话，明白着主耶稣的福音嘛。因想讲将福音单张本的安就会使安怎？迄应该可以回去了吧？结果有一个年岁较大，染着龟头毛、金头毛的查某人，对少年讲：“少年啊，恁来到遮，后嘛真少有机会听恁讲会使去教会啊。我看恁干脆就伫这个所在，对阮来讲福音啊。若要传福音，就今嘛嘛。”一时之间，让这些学生们不知道该怎么样来应对，因为这种超出因的意外啊！带头的囡仔完全无想到，竟然当这所在来讲福音嘛！你要来听阮讲福音哦？圣神又搁帮助因，随互伊有一句金句出现伫伊的脑海：得救是本乎恩，乃是信。是上帝所赐的，因为恁对恩典得到救是对信，这也毋是出自恁本身，是上帝所赏赐的。当因读完这段经文的时阵，有人话讲啊，你们用台语讲好无？恁拄讲我听无啊？啊是有人讲少年，恁莫讲遐紧，慢慢啊讲，互阮听较清楚。毋知即阵囡仔哪来的胆子，就一个讲对边仔迄个保镖讲：“去摕笔甲纸来，我用画用写，恁较清楚。”因就一个倒啊顶头，摕起笔甲即个纸来画起即个十字架，将这十字架的救恩解释互因来听，互即阵人通清楚因正要传的福音是啥物。想袂到大家拢真认真啊！愈来愈侪人围来过来边仔来甲因看。结束以后，这群大学生竟然有讲：“那我们来做节制祷告好不好？”好在他们反应不像我们这样，都很安静。因想讲吼，可能无人会敢祈祷啦。结果就开始有人开喙缀着因来祈祷。有个人因目屎就流落来，因真久毋知影有人会安尼甲关心因。当学生要离开这个所在时阵，在场的所有人主动就甲路甲扭出来。这阵基督徒学生就会使转去后一间的一个所在，因一间一间来去传福音，每一间的反应拢无共款。有的爱因唱主日学的歌，
耶稣听我。继续。感谢主，咱拢想过主哩学。因为在场的人，因在细汉时阵有捌去过主哩学，所以你们想要唱这条歌。有诶真认真来问学生，什么叫做福音？为什么耶稣爱钉在十字架？为什么耶稣爱救我？有诶是安安静静诶坐伫边啊，将学生分予伊诶即个福音单张，伊真仔细甲记录好势，下伫伊诶口袋内底，伊小等要过来看，嘛要分予边仔诶人来看。兄弟姊妹，对伫即阵基督徒诶大学生来讲，基本上，因伫甲这特种行业上班的人是活伫无共款的平行世界内底啊。但是对伫信仰的层面来看，就亲像初代教会信徒安尼，总是爱面对着主耶稣伫面对的对象啊。就亲像咱看到主耶稣传福音予众人的时阵，伊的对象真侪拢是互人看做无愿意接触的。传统的犹太人对于耶稣所面对的这些对象，他们是非常的不愿意接触。耶稣接触的真侪拢是因认为是无清气的人啦。耶稣伊接触是甚物人？伴随的青梅、互鬼附身的大麻风的撒玛利亚的妇人人等等。这拢一再显明着，想要跟对着主耶稣，是无办法活伫家己保持自身清气的这个世界内底啦。若是想要跟对着主耶稣，安尼咱就无办法甲这个世界无关系啊。更加无办法用着独善其身的心态，伫看这个世界，伫看身边的遮的人啊。因为主耶稣选择进入伫这个世界悲惨，毋是逃离开这个世间的痛苦啊。主耶稣进入这个世界悲惨，毋是逃离开这个世间的困苦啊。基督教对初代教会的时代，一直到咱今麦的时代，应该毋是一个将富贵、名声好也成功连做伙的信仰啊。基督教应该是传主耶稣，伊其实是一直甲弱势的人、受伤害的人、受委屈的人、受到无公义对待的人，甲因做伙的主耶稣啊。但是伫传讲基督教信仰的人，有时并无将主耶稣上真实的迄面，清清楚楚、血淋淋的讲甲互咱会惊啦，惊你会去跟对伊啊。大家拢讲好诶，无人愿意讲到跟对着主耶稣会遭到艰难的事啊。咱应该是真实的来面对伫圣经内底对耶稣的记载。迄个较艰苦的人做伙主，咱真少甲伊讲较清楚啦。主耶稣期待咱会当进入伫伊的世界，来看卖伫咱身边的世界，伫咱身边的所有环境啊。咱的主耶稣嘛，希望咱会当跟对着伊，进入伫咱家己的世界啊，进入在我们自己的世界里面。去感觉这身边的环境，去了解这世界遐受苦的人，因为耶稣还搁伫世间时阵，伊就做上好的示范啊。伊甲罪人，伊甲善假人斗阵啊，伊甲心内破病人做伙啊。咱需要真实去接触到，无过是活伫家己的世界啊。拍开咱的目睭，拍开咱的耳孔。拍开咱的心来去感受咱身边所发生的代志啊，毋是疯狂的自拍，然后呢发现动，无就刷抖音，啊无就咧喙顶头不断的建立串文，为着要来蹭这个流量啊。
毋是伫网络顶头写一寡风花雪月、无病呻吟、没头没尾，好像很酷的一句话，其实你是心里眼巴巴的期待别人帮你按个、比个，是咱家专情在虚幻的电动，还是手游内底？基督徒的生命其实也有真多机会伫等待着咱去传主耶稣的福音呢。这世界不一定是美好的，这世界从来不是公义的。这个世界的环境处处受到人类的破坏。相信咱伫今年有感觉到温室效应的威力无？每一年的夏天，我们都会怀念它。因为明年的夏天会比今年的夏天还要大家拢知啊吼。这世界离开上帝当初创造的美好，有淡薄仔的远啦。这嘛是主要所爱咱用心来看的世界啊。兄弟姊妹，对伫彼得来讲，伊犹太人的身份，伫犹太人的世界是受到看重的。但是对伫主耶稣所讲的这上帝的角度来看，即款犹太人的价值，就远远的无值得着互人来欣赏啊啦。咱的成就，咱的世间成就，伫上帝眼光内底，一点都没有什么可贵啊。彼得愿意互家己亲像主耶稣所教导安尼，去接近已经死去的徒家。佮互人看做无清气的反白师傅，甲伊斗阵大。即阵大学生愿意去到甲因完全是无共款生活背景、价值观的人的内面，因来传福音嘛。伫因心行行的过程中间，凭着对主耶稣的信，做着即款，可是咱一世人毋敢做的代志啊。这一切对伫咱这基督徒来讲，通带互咱什么款的反思的机会啊？张文亮教授说：“福音是世上的人得到永生的唯一管道。福音是世上的人得到永生的唯一管道。所以，那亲像葡萄枝子连在葡萄树上，任何传福音的人爱将家己的信心牢牢的跟随在主耶稣的联合里面。如果若无安尼这样深袂摇动的连结，传的人会枯达，听的人无办法得到生命的光啊！咱毋通以为明白圣经就当传讲福音呢。咱需要抓条上帝的真理，对人有疼惜的心，才有办法来开始。有按基督内底领受的怜悯甲慈爱，伫咱的心中。这才是拍开限制咱家己的一个锁匙啊！你对人有怜悯，你对人有诛心，才是拍开限制咱家己的锁匙啊！耶稣拍破家己上帝的身份，彼得破除着伊犹太人的身份，互人甲迄种互人认为是无清的人做伙。主耶稣甲彼得会安尼做，是因为伫疼的内底，因愿意拍破家己的一个限制啊！伫疼的中间，限制较有通受到超越，受到讲喙啊！亲爱兄弟姊妹，伫咱的身边，咱有看见咱需要咱甲帮助的人无？伫咱的生活中间，有互咱看做卑微不堪犯罪的人无？如果咱阁用着自我限制的眼光伫看因，咱当讲，主耶稣甲彼得因所行所做，伫咱自我的限制内底，咱也无将伊来讲喙啊。主耶稣甲彼得做了遮尔多，咱也阁犹原地做咱家己啊。敢讲，咱对主耶稣所讲的道理，咱犹原认为迄是对隔壁迄个人讲的，这道理完全毋是咧对我来讲的。愿主耶稣来帮助咱，
透过今日经文，互彼得对家己即种拍破自我限制的经历，咱来受到鼓励。当咱无主耶稣临来伫咱的心中的时阵，咱就无办法伫即个限制中间，入去敢受到轻视、受人欺负、受人苦楚、受人用着阶级意识来对待的人，咱无通进入伫因的中间啦。更较无可能甲因同做伙来去扶持着因，嘛无办法来甲主耶稣做伙来对抗受到主耶稣一直在打击的迄个恶。愿上帝赐下互人仁爱心伫咱的心中，因为当咱若破限制，咱着伫主耶稣基督的教导的时阵，通互伊的应邀，搁一摆显现伫咱众人面前。请咱三角来祈祷。若是阮愿意拍开自我的限制的，阮就通得到上主你的儿乐。必定愿意伫主耶稣的教导下面，行出对上主你的呼召。愿上帝互阮决意的心，看见伫这个世间需要阮帮助的人因的呼求。互阮毋是信公义的人，互阮愿意为着主耶稣基督拍破阮的限制，通进入伫主耶稣基督的宽阔仁爱世界，搁较来得到上主你对阮的欢喜甲接纳。我们恳求上主，互阮伫这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遮尔有意义的日子内底，拍破阮对家己的限制，愿意对阮主内的新学院伫信心的同工下面，阮无互感动来消失，互阮有份付出阮的气力，努力来持守着对因的关心安尼机会，互阮用着阮做的教方式，用代祷以及奉献，共同来成就上帝国度的福音事工。愿上帝帮助阮，安尼恳求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所求，阿们。回应的圣诗，圣诗第246首，上帝听痛赢过一切。圣诗第246首，上帝听痛赢过一切。会众请起立。
会众请坐。奉献，请长官的同工。会众请坐。公道的事项记载伫周报顶面。教会异常宣传正圣道，万民皆祭司。第一点，愿赐下愿望的主，因为阮对伊的信心满有喜乐平安。扩张阮的境界，正做福音的管道。第二点，为着肢体，单得名、单溺水、热清光、亡灵净寿、舍利灰、好义梅、杜蕉、单手龙、苦张米、黄树琪、林依乐、李碧玲、张丰龙、李亚娜、陈怡君、杨志坚、林文成、吴中基、陈义立、沈淑慧、刘秋敏甲高坤勇的母亲，请为着遗体来祈祷。第三点，为着中秋佳节合家团圆出入平安，愿主赐下智慧灵卡，活出基督的样式，分享生命的美好。第四点，为着10月6号中职的改选，愿主保守阮会当选出合伊心意的中职，借着信心顺服选举的结果。请大家同心来祈祷。
主啊，阮将一切所求所想献上伫你的面前，求你记听阮有声无声的祈求，看顾保守身躯病痛的兄弟姊妹，也恳求你坚固阮所有的事工。现主是我们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目的带阮入去试，就救阮脱离去的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报告的大先，我先来介绍今仔日新来的会友，也有对美国转来的潘卓志军师母，麻烦请起立。这是搭一个会友的朋友呢，还是？老会友，歹势，我无熟悉，歹势。欢迎你对美国回来，感谢主。教会消息我来读。澳洲有轮到你的圣工的侍奉的同工，请家己来注意。教会消息第一点，本主日是新德圣经行业的奉献主日，感谢南世界教会江地和牧师的信息。姊妹牧师甲江牧师教完讲台。请为着主圣办学的需要来关心奉献。我代表教会江牧师弟。第二点，本主日下晡4点，伫教会1楼举办中秋的项目，请完成报名的兄弟按关怀部的分组名单来入室。第三点，教会奖学金申請到本主日結束。要伫9月22號，就是後禮拜來頒發。獎學金的辦法，請參考公布欄。請主理予校長甲青少年的輔導，將名單甲分數交予教育部長李關長老來會診。第四點，10月6號禮拜後要召開臨時會員好會，辦理中職改選，職在人在的會員名單。中職的候選名單甲推薦的名單，攏以大地公布啦，請大家來留意吼。第5點，10月27號為本堂所定的音樂見證福音主日，由建成樂團來主理吼，邀請教會兄弟同來見證分享主恩。每一個人是7到10分鐘的見證的時間。請把握一年一度佇聖會見證主恩的機會。即將名來要滿，請唔通消滅聖神的感動，速速來牧師來報名。第6點，請各團契會長佇9月22號進前提交第4季學習排班甲聚會主題交予幹事來會診。來完成第4季的表。團契消息第一點，9月28到29，聖歌隊舉辦聖樂報道，要去新德新豐教會進行音樂見證短宣。第二點，9月20號上午10點，雙年團契聚會，主理是易吉牧師甲要進行會長的解說。教會消息甲奉獻面世，若有是請家己來看，然後有錯誤還是漏交，請會計來糾正。上營聖詩第508首，聖詩第508首，天下萬邦萬國萬民，會眾請起立。上帝被叫醒。
领受对上帝来祝福。愿主耶稣的恩典、上帝听从、信息相通，甲正人三个伫地，伫这个圣经学院的奉献主义中间，互这个同工甲恁大家拢受到祝福，对即时得到永世大保证。阿门。会众请坐。密祷闭会，密祷完，请到1楼交谊。